用白色恐怖做背景的 VR 影片，博度离开的人，去年伫威尼斯影展摕到奖项。即阵北苏美术馆甲国家情权博物馆透过影片版画声音等方式，希望用浸水式的体验，互大家知影这段博度离开的历史。阿叔有啥物事较差？会记得穿迄领长衫。电影无法度离开的人，用 VR 体验呈现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经历，讲人权议题。去年嘛摕到威尼斯影展的最佳体验大奖。比如说从现在，然后穿越到1950年代，所以你好像就真的跟那些囚犯一样，跟受难者前辈一样，就是在牢房里啊，好像完全真的是在他们旁边一样。用 VR 影像，带大家下过戏剧甲实体的界线。北苏美术馆特别改变传统历史文件的展览方式，规划3大部分：一个是无法度离开的人影片展览区，一个是给受难者坐家的版画，配合回忆的口碑、家书。家角内底听的歌，呈现无法度离开的所在，嘛用造景的方式，互大家行入1950年代迄个时空。迄个时代的受难者，也是伊的家属经历的迄个过程，但是伊毋是用一般的这款的文献式的说明的方式，它是用一种情境的，特别是用声音跟音乐来呈现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。另外，展场嘛特别展出几啊项头一届出现的文物，亲像这个就是受难者吴冰灿，家己伫监狱内底用包便当的纸做的遗物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希望透过这个文物来讲人权议题，让大家去感受这段无法度离开的历史。记者梁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。